来祈祷。伫祈祷进前，牧师有几件代志交代，就是讲咱等下礼拜的过程中间，请大家将咱的手机来关起来，以及伫礼拜中间，咱尽量莫甲隔壁的人有交谈吼。若要交陪，咱伫礼拜结束了后，才互相交陪。咱即时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的年日中间，你保守看顾阮，互阮伫你的厅内底得到十足的平安。主，阮当用欢喜的心、感谢的心，搁一遍来到你的圣殿。阮确实，因为你的恩典，阮所有罪的人会当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牺牲，互阮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甲你三亲近。求主，互阮伫甲你三亲近的过程中间，帮助阮保守看顾阮的心，排除所有会影响阮甲你亲近的因素，互阮会当用专一的心志来服侍你、敬拜你。而且将阮的心灵甲诚实表露出来，来得到你的欢喜。愿恳求主你赐福看顾阮，互阮每一个人的心备办好势，通来迎接你所要带互阮的祝福，就是透过牧者所传讲的信息，互阮明白你的心意，也想使开力，互阮照你的心意去行。来延光你的性命，阮特别也从今早起要服侍的正当工，拢仰望交代伫主的圣手中间，互阮无论献诗、抒琴、抒会，这是传讲信息，主你拢甲阮三甲伫地，互阮伫这个过程中间所做的工，会当满足你的心意，也求主也保守看顾阮的教会，因为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常年教会，就是应该爱接受你交代阮的使命，求主引带阮，互阮会当看出你的旨意，照你的旨意去行，去记忆逐项的事工，互万民得到福气，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今日也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台湾新学院的纪念主日，求主甲这间学校三甲伫地，保守看顾这间学校中间的老师甲学生，互因伫学校内底，无论教学，无论学习，拢会当得到你的保守。透过这间学校所做的，来培育合你心意的工人。互因伫无共款未来被车牌的葡萄园内底，尽因的开力做美好的事工，互台湾无论倒一角落，因所服侍的教会，拢会当成做地方的光、地方的盐，来延光你的性命。愿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这间学校。阮上时也将阮心爱的故乡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带领，保守看顾，互台湾的百姓会当伫即个土地顶面安居乐业，追求真理，保守看顾即岛屿顶面所有的教会。拢会当接受你交代阮的使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主保守看顾，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追求伊的指示。这是请咱做伙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15首，圣诗15首，求上帝发出你的光，请咱起立来吟。请坐。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当日光阁出现，万物拢困醒的时，阮大家也放下所有的工作，来到圣殿，要来亲近你，因为你先听阮，救赎阮，将你的恩惠施落伫阮中间，互阮通承受你的活命。这时，阮要用诚实的心灵，甲诗歌来学乐敬拜你。求你甲阮创造一个清气渴望的心，来领受你的教示。人民世间人的上帝，伫过去的日子，阮有意也是无意中，伫言语有差错，伫行为有过失，互人伤心跋倒。求你通过主耶稣的宝血来洗清阮的误会，各伫逐项来学习基督的款式，持守真理的道路，来闪避世上的迷惑甲引诱，互阮拢通照你的教示，行伫四正的道路。请阮人类的天父，当阮徛起伫即个幽乱纷争的世代，因为阮人类有济济的私欲、野心甲怨恨的特质，时常侵害阮的心神，失去原来你所赏赐阮的平安甲福气。伫2年外前，苏联侵略乌克兰的领土，到最近中东以色列甲巴勒斯坦哈马斯真主党长期来为着争取生存的空间甲土地，不断抗争、杀害、报复，以到济济无辜的人民受伤害、失散、死亡。
恳求你亲自安慰、拯救这个受迫害的家属，将你的疼甲公义，成做因互相赦免的源头，放了怨愤，停止对抗甲战争，互因会当彼此好好相听共存，赶紧来恢复平静的生活。稳定的主，今日是台湾新学院纪念主日，感谢你伫152年前册遣马介博士来台湾北部地区耶鲁福音的政治，设立学校，栽培一宣扬福音的工人，遍满各地，结出满满的果子。伫过去的日子，学校捌拄到济的艰难，甲在有你奇妙的引带，感动济人愿意奉献时间、才能、金钱来支持学校，栽培更较济忠心的牧者。恳求天父继续施恩，伫院长所带的教师团队。来教导启发这学生，互因有纯正的信仰甲品格，也感动更较侪优秀的青年人，愿意献身接受造就，成做你忠心的工人。慈悲佮怜悯的天父，愿集体中间有人身躯欠安，心内操烦困袂去，食袂落。有人心神软弱，受困着，失去希望；有人失去亲人，心内悲伤。由你照阮的需要，来医治、坚固、补足阮的欠缺，互阮大家拢伫你看顾的下面，通得到满足甲平安。但只是求你安静阮每一个人的心。透过老牧师的信息，通互阮得到新的启示甲帮助。我要将今早起的敬拜甲服侍，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由你引带带领。这是阮大家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一声安尼讲。这是请咱来交托启应文，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19篇，圣诗的后面29页。来啊，咱就耶和华唱歌。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海洋属伫伊，是伊创造的。来啊，咱就鞠躬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
今日恁着听伊的声。现在去圣歌队要带咱来敬拜俄罗上帝，因要吟的诗是处角石。我
感谢圣歌队用真优美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这是请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书，新约马可福音书第10章35节到45节，台语汉语本103页，中文译本74页。马可福音书第10章35节，西庇太的囝雅各甲约翰行进前，甲耶稣讲：“老师，阮所求的，请你甲阮成全。”耶稣问讲：“恁爱我甲恁做啥物？”因讲：“你得到阳光的时，请互阮一个坐伫你的正边，一个坐伫你的倒边。”耶稣甲因讲：“恁毋知家己在求啥物？我啉的杯，恁会当啉袂？我受的洗，恁会当受袂？”因讲：“阮会。”耶稣甲因讲：“我所啉的杯，恁要啉；我所受的洗，恁要受。不过坐伫我的正边、倒边，毋是我会当互人的。上帝为着什么人准备，就互迄个人。”其他遐10个门徒听到，就对雅各甲约翰生气。耶稣叫因来，甲因讲：“恁知，伫外邦人的中间，遐个互人看做统治者，在做主甲因管辖，因会领袖甲因支配。不过恁中间就无应该安尼。恁中间爱做大个，就做恁的册用；爱做第一个，就做正人的奴仆。因为人子来，毋是要互人服侍，反倒是要甲人服侍，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以上，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快乐甲帮赞。今早起，老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是：祈祷的手，守候的心；祈祷的手，守候的心。请咱恭敬来领受。敬听的蔡牧师甲牧者团队以及咱双连教会所有忠实同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代表台湾圣学院校长蔡主任牧师以及所有的老师同学来到伫咱中间，咱大家请安。感谢咱双连教会伫真久长以来对台湾圣学院的支持、关心甲奉献，互学校会当继续踮伫新的时代，继续向前来跑走。虽然咱也知，现主时的圣学院也拄着整个台湾社会，无论是少子化的影响，也受到教会咧投考的人减少的影响。其实这几年来，学生拢有小可欠缺。到伫旧年，咱嘛知影，踮伫总会咧册派传道书的时，咱也已经拄着讲申请的教会多，会当派的学生愈来愈少。我想这对咱整个长老教会来讲，拢是一个真大的危机。我家己对台湾圣学院毕业了后，到伫东部服侍，现在踮伫台南东门教会正做牧师。踮伫服侍的过程中间，也感谢上帝引带甲带领，互我有机会踮伫过去有一段时间参与踮伫台湾圣学院董事的服侍中间，也正做校友会的会长。踮伫关心侪牧者，也是咱圣学院毕业的学生的过程中间，嘛真正体会到，其实大家人拢会讲，圣学院这段时间，其实拢带互阮真大的帮助。会当带互遮的学生真大的帮助，也是因为咱众兄弟姊妹同齐关心带导甲奉献。
才会当互阮踮伫学校有好的栽培，踮伫教会成做好的工人。所以今仔日要踮伫分享的一开始，学校有准备一段影片，嘛请咱会当做伙来看这段学校所备办请安报告的影片。阮弟子的迄个时阵开始，咱就行往真捌听的信仰旅程。这也是属于家己的旅程，排起家己的十字架，不管紧也是慢，咱拢正全力向前，总是有真济咱料想袂到的情形。所以难免会感觉孤单、无伴，甚至会感觉野生，想要放弃。上帝的疼是超过咱会通理解的疼，这个疼显现出咱生命中的美好，也是陪伴咱度过困难甲挑战的力量。爱是被呵护，爱是支持到底，爱是一种陪伴，是一个双向的关系。我的外婆，上帝和我的家人，想到我的爸爸，被误会、不被了解，觉得很孤单的时候，害怕的时候，非常无助的时候，去到漂亮的地方旅行的时候，接收到有小礼物跟这个点心的时候，上帝听啊是非常的丰丰富富。伫通过一人的分享的中间，咱会通更加了解到上帝听。就亲像圣经所记载讲，上帝听世间人。伫咱要唔捌伊的时阵，上帝就大声听咱。也因为听的缘故，耶稣愿意行用十字架这条路。也因为听的缘故，耶稣有对四个带予咱拯救的光芒。主要是在时间上面的管理，越来越会自我怀疑，也对未来的方向感到很迷茫。希望能够透过音乐，让人和神产生更好的连接。学校有很多的资源跟机会，可以让我去学习我不足的地方。我们未来是教会的传道人，我们必须要思考到我们未来服侍的对象，也希望我们能够用正确的福音，把这个好消息能够正确的传递给他们。以前我们设定的是讲道跟查经为主，但是进到现场之后，发现有很多的行政、总务、管理的事务也要我们来参与。不同人的需求非常的多元，很难用自己的知识跟能力来满足不同会友的需要。但真的进入教会之后，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同工不足的问题。了解到耶稣是我们的好牧者，学习他，了解每个羊群的需要，所以我们借着上帝给我们的智慧与能力，我们也满足羊群的需要。学习到更多了解自己的有限，更需要安静来到上帝的面前，依靠上帝的能力，寻找同工，也陪伴他们一起来学习，我们都从当中一起得到成长。台城伫台湾的社会内面，只是一个小型的宗教研修学校，关煞会当行过152年。在这个过程中，唔但看见上帝的恩典，也看见兄弟姊妹因为听，透过实际的行动、金钱的奉献来起造这间神学院。这款听并无因为时间消失，而犹阁留存伫这个校园的各所在，直到永远。亲像圣经尼希米记2章18节所讲，我甲因讲，我的上帝的手怎样帮助我？甲王对我讲什么话？因讲，咱起来起做。对安尼，因奋勇做一个好的工。兄弟姊妹，邀请咱做伙手牵手，为着台湾新人院的未来，奉献出咱的一份力量。听是付出甲奉献，也是一款深深的承诺。伊的计划
互咱伫疼的中间向前，伊的计划，互咱伫疼的中间得到完全。虽然每一个人的脚步无同，无论头前安怎，咱犹顾继续向前跑走，行往对上帝有信、对人有疼、对土地有情的意向。邀请咱大家会当继续踮伫祈祷、关心甲奉献顶面来支持新学院的需要。要分享开始之前，请咱搁一摆咱同齐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听，你竞选阮，互阮通正做你的囝子，也互教会会当徛在踮伫即块土地顶面，宣扬你的福音。主，你也设立新学院，通正做培育济济工人的所在。主管为着台湾新学院献上祈祷，愿你继续祝福踮伫所有的老师、同工以及所有的学生，互因踮伫学校中间得到好的栽培，来到伫教会中间正做尽忠的萝卜。通互正教会会当踮伫每一个无同款的所在，同齐兴旺上帝福音。愿你的听刻条踮伫阮的心。也愿你的话继续鼓励阮、帮助阮，互阮对你的话语中间，阮领受祝福，也领受稳定。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亲像头拄踮伫影片所看到的，新学院对每一个踮伫这中间生活、受到造就的人来讲，拢是一个重要的所在。踮伫新学院，咱会看到济少年人对唔认捌到渐渐认捌，对无成熟到成熟，慢慢行伫这个过程中间，毕业的时阵，检测室内底是惊，总是渐渐踮伫牧会的现场，也是教会服侍的工作，那咧推展的过程中间，嘛咱清楚看见上帝的恩典。其实对我家己来讲也是安尼，我是台北囡仔，我踮伫台北大汉啊。我的厝其实住伫双连边仔尔，但是新学院毕业了后，我去到伫台东，现在到伫台南。老实讲，真少转来台北。对我的囡仔来讲，台北是阿公阿嬷的家，毋是因的厝啊。每一个所在，拢会造就，互每一个无共款的人，踮伫成长的过程中间领受济济。但是无论去到伫对，我犹原真怀念踮伫台神，会当甲老师做伙学习，甲同学做伙交陪的时间。也踮伫台神，我熟悉我的太太，所以后来结婚了，阮开始学习牧会。新学院是一个重要的所在，为什么伊重要？因为伊创造一个会当互人踮伫遮学习神学、学习栽培一个重要的环境。也踮伫新学院，伊的重要是帮助咱学习如何宣教，学习踮伫教会中间，真做济人的帮助。总是咱也清楚知影，跟对耶稣的道路，毋是一切拢遐尼简单。会踮伫整个的过程中间，拄着挫折，也拄着打击。所以新学院也是另外一个会当帮助学生经验破碎甲好好。受伤甲医治的所在，其实咱照安尼来看，新学院甲教会也是一样的。但每一个人踮伫教会中间，经验过人生济济重大的事件，也踮伫教会中间，对咱的失败重新阁爬起来。虽然咱常常讲，听见福音、认捌基督，应该就会让互人得到福气。但是实际上，咱每一个人是一直甲整个世界的价值观踮伫遮咧冲突，也踮伫遮，但一直咧敲找讲，到底耶稣的道路是啥物？这个时间毋是袂少着讲，咱即摆耶稣偌久，都感觉讲我会当啊。
是咱每一天拢咧学习跟对耶稣的过程。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故事，踮伫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这段故事发生的头前，有一段短的故事是，有一个少年人走去问耶稣，咱知影这个故事无？有一个少年人走去问耶稣，我应该爱做啥物？结果耶稣甲伊讲了后，伊的反应是安怎？面忧愁的离开，因为伊安怎？真不如伊拥有伤济，拥有伤济，直到后来伊离开是一个忧忧愁愁的离开。学生看到这项事，跟对耶稣的12个学生看到这个少年人忧愁离开了，咱感觉这个学生敢会学较济无？理论上应该爱学较济，但是实际上雅各甲约翰因的行动已经表明，到底因有学到也是无学到啊？因为当耶稣过一摆预言伊未来将要受难的事实了后，这两个人踮伫行路的过程，走去到耶稣的头前，耶稣的边啊，甲耶稣讲啥物？老师啊，当你要得到阳光的时阵，拜托，请互阮一个踮伫你的正边，一个踮伫你的倒边。因要求啥物？期待会当得到一个好的位置。若是耶稣要做王的时阵，我会当正做迄个上界重要的位。就是你做总统吼，我嘛爱做副总统甲行政院长啦。雅各甲约翰跟对耶稣真久，嘛足亲近耶稣，因望对啊，当耶稣离开了后，理所当然，我应该爱来担当这个领导的职分。因想的检采是对的，因的暗算也检采是对的。为着未来，大家人拢会为着家己的未来暗算嘛。大家人拢会去想讲啊，我未来会当有安怎有好的发展，这可能拢是对的。但是，如果一开始要耶稣求的动机都有问题，安尼无论后壁你要求啥物吼，恐惊拢袂是正确的嘛。所以这两个人，因所要追求的是这个世界所讲，我会当得到好的权力，我会当得到好的位置，我会当正做领导，我是一个最有气力的人，我会当掌握一切。因咧想的是这，但是我问一下，另外迄10个敢想的有无同款吗？另外迄10个，老实讲，因想的完全一模一样啊。因咧想的只不过是，恁两个人哪会遮尔无够意思，竟然偷走去甲耶稣讲，阮嘛安尼想啊。所以咱就看到讲，踮伫这个军队耶稣的道路顶面，这12个人。应该是上界挖滚耶稣心意的人，却有开始有冲突。无论踮伫因的内在有冲突，也是踮伫外在有冲突，因拢咧表达一项事，就是无任何一个人会当完全明白耶稣的道路。大家人所想的，拢是照着这个世界，我爱追求一个更较成功，我爱追求一个更较好的。会当追求这个世界的名声地位，望我被告伫遐，我就会使啊，我就会当互人称作我是一个耶稣真中的学生啊。这是这12个人所想的。伫圣经的时代是安尼，但是今仔日的咱敢有差别吗？踮伫新学院内面，咱栽培一个学生，要正最好的萝卜。不过现主时的社会嘛，一直咧影响教会，甲教会讲，咱爱正做一间勇壮的教会，咱爱正做一间真 top 的教会，因为照着咱有遮的资源，有遮的名声，侪人才有机会来听到福音嘛。所以，咱会将这个教育，咱会将这个价值观嘛。影响到伫圣学院内面接受装备遮的学生中间，但是就会拄到啥物情形？他多踮伫影片内面所看到的，大家人知影，现主时的社会变化愈来愈紧，愈来愈专业化，所以咱安怎学
安怎装备家己，敢若拢亲像无够野共款。逐个人煞到了一个坎站是非常的惊吓，开始烦恼讲：我敢有法度出去牧会？我敢有法度继续带领教会，通成做一间永壮的教会吗？这是每一个学生，每一个踮伫学校内面装备的人，拢会拄到的冲击。这敢会是耶稣的道路吗？老实讲，恐惊毋是。我自一开始对神学院毕业了后，爱抽签分派，我心内底有一个愿望是，我会当莫阁留伫台北啊。所以要抽签的时阵，我拢足紧张的。别个人足紧张的讲，咧抽去外岛，我敢若足紧张讲，我若是抽到北中，还是青中，要安怎办？迄个时阵拄啊结婚。踮伫要抽签的进前，看到传道委员会的消息，讲现主是有几个所在会当志愿，啊，这志愿去免抽吼。啊，但是伊拢讲哦，这种偏远的所在吼，偏远的所在，所以只要你志愿，你就会当去。我看到东部了后，赶紧敲电话转去互阮太太，拄啊结婚无偌久，我问伊讲，咱来去东部会使无？好佳在伊有答应。所以我就赶紧走去志愿收车牌到伫台东新港。有的人知影伫对，有的人毋知伫对。讲三仙台较紧，三仙台边啊，台东新港，派去到伫遐。头一摆要去，我对台北开车出发，爬过苏花公路，啊，佫看到台东佫有200公里。我一直咧想啊，我到底要佫开偌久？我对早起出发开到下晡总算够啊！到伫遐进前差不多1年多，迄个所在无传道者，所以足侪所在敢若门拢关起来，布告栏佫起角。啊，一个青年伫边仔来甲我讲：“你有感觉这是一个真偏远的所在无？”是，这是一个偏远的所在，但是迄是上帝爱我踮伫遐学习服侍的所在。但是当开始生活了，我就发现一项事，踮伫台北，咱拢听过一个名词叫做城乡落差，咱拢听过，但是听过甲你真正踮伫遐是两项事，对无？听过甲真正要活踮伫遐，这完全两项事。开始发现讲，哇，这个所在的人口一直咧迁徙出去。逐学期拢咧欠老师，啊嘛开始拄着讲，这个所在医疗甲台北完全无法度比。当囡仔受伤，送到伫教会对面有一个看起来是病院的所在，我必须讲看起来是病院的所在。医生走出来甲我讲，歹势我内科的啦，外科无法度，所以爱送1点钟到伫台东马街，迄是我囡仔。细汉，我的囡仔细汉跋倒，互医仔甲伊的枕头切断，送到伫遐的经验。伫面对着真实城乡落差的时刻，咱一直咧问这个问题：教会间真正有法度要追求的是一个永壮的教会，是一个足顶尖的教会吗？所以一开始。服侍的过程，我有拄着侪挫折，毋过踮伫有一日，我印象真深。踮伫礼拜堂内面咧祈祷，伫祈祷的过程，哪亲像有一个声音咧对我讲话。这个声音咧对我讲啥物？伊讲的迄个声音是：为什么你一直期待别人照你的想象去做？为什么你毋是照着？因所领受的，因踮伫遮所体会的去做咧。迄个声音咧对我讲：早伫挂受车牌到伫教会以前，耶稣就已经踮伫遮咧做工啊。耶稣就一直踮伫遮有水的工作，所以毋是因为我对都市来，我感觉我家己较厉害，所以爱别人。
照我的想法去行，来起造一间永壮的教会，是我应该爱活踮伫遮，去观看上帝的带领，成全每一个领受上帝呼召的人，成全因，帮助因，甲因做伙向头前来跑走。对迄天开始，我对台北人真做一个台东人。到今仔日，虽然我已经到台南啊，但是到今仔日，我拢认为我是台东人。这是上帝放伫我生命中间的呼召，嘛一直咧提醒我，服侍就是人甲上帝踮伫遐咧相应的过程。人会想要靠家己的气力爬搁较悬，但是上帝却邀请咱每一个人真正愿意谦卑到底，伊所定着的所在，伊所要呼召你的所在。耶稣遮的学生其实就是行伫甲咱每一个人同款的路，因嘛想要追求因所要爱的啊。一个在踮伫你正边，一个踮伫你倒边。未来我有权力，我会当支配一切，敢毋好嘛？我会当互侪人因为耶稣得到福气，敢毋好嘛？这12个学生咧想的是安尼，但是当所有人拢安尼想，因行毋对路的时阵，因开始拄着冲突。咱若是有烦恼这款处境，就知影人无法度靠着家己的办法来赢过这个困难的，所以要安怎办？咱所看到的是耶稣主动行这12个人，耶稣知影这12个学生因生命中间现主时所发生的冲突，所以耶稣主动行因，对因讲话，甲因教导什么？恁中间毋是逐个人踮伫遐咧争取真做大人物，毋是要争取要真做统治者。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是有权力去支配别人，但是踮伫恁的，踮伫恁中间上界重要的是，恁毋是要互人服侍，恁爱去服侍人。人主来就是安尼，人主来毋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甚至为着要拯救众人，付出家己的性命。这是耶稣甲遮的学生所讲的价值。也是耶稣用伊的性命展现踮伫所有人面前的款式，这就是耶稣的拯救。耶稣安尼做啊，12个学生听了，敢会有差别吗？其实咱毋知，检测迄个改变，拢是踮伫一点一滴的过程中间渐渐地改变的。总是耶稣将伊家己的性命彰显踮伫咱的面前的时阵。伊将上界重要的福音已经启示予咱，咱毋是受人的服侍，是爱去服侍人，甚至为着别人来献出咱的性命。这是耶稣已经踮伫咱的性命中间所做的。到上落尾，一个踮伫正边，甲一个踮伫倒边的时阵是啥物时阵？是耶稣互人钉十字架的时阵，有2个人，一个共款钉伫正边甲倒边，敢毋是？踮伫迄个时刻，咱才会发现，耶稣将伊的款式展现予每一个人，也一直为着伊的学生，为着每一个需要的人，摆咧伊的祈祷。祈祷的手是有受伤的手，守候的心一直无改变。伊一直咧听候每一个人会当活转来到伫伊的内面，甲伊相连结。这也是咱踮伫影片中间所看的。当咱每一个人会当用听相连结的时阵，咱就会当看见新的代志会继续发生。无论新行业面对着困难，也是教会有宣告的挑战。耶稣基督永远要使用咱，踮伫新的时代继续起水的工，这是耶稣的道路。我对台东西到伫台南，现在我所服侍的教会是台南东门北克的纪念教会。到伫
台南了后，我认真读长老教会宣教的历史，嘛看见宣教师真大的异象。台南东门教会边仔是另外一间神学院，台南神学院，搁边仔有一间病院叫做新楼病院，所以我管拢讲这叫做新楼特区。为什么叫做新楼特区？是因为早前的宣教师来到伫台湾，要成全台湾人需要的时阵，因真明确发现讲，台湾人需要教育，台湾人需要医疗，台湾人需要福音，所以将教会神学院甲病院结连做一伙，要踮伫这个所在见证耶稣基督的款式。这点伫台南发生，点伫台北咧，也是同款，敢毋是？点伫咱的相连教会，以及马街病院，以及什么所在？台湾神学院啊！咱较年长的人拢知影，台湾神学院古早伫对隔壁。台湾神学院就点伫台泥大楼，是后来个迁到伫阳明山，所以。同款的异象是宣教师真明确看见，踮伫台湾这个土地的需要，踮伫台南有这款连结，踮伫台北咱也有同款的连结，为着要做啥物？宣教师的异象就是要互这个地区，咱这个三个单位会当正做宣教的心脏，一个南部宣教，一个北部宣教，所以咱。结连做一伙，咱才会当继续踮伫新的时代去见证耶稣基督啊！这就是耶稣放伫每一个时代所做的。也照着安尼，我发现踮伫整个服侍过程，今仔日的教会需要的到底是啥物？我感觉是两项事。头一个他都讲到，都是成全别人，毋是照着咱望别人照咱所爱的来行。是咱学习去成全别人生命的需要。上帝赏赐咱有无同款的才调，无同款的能力，有无同款的温数，为着要使用咱去成全别人生命的需要。搁刷来第二项，为什是为着啥物？会当共生啊，会当共同踮伫这个所在生活。所以，亲像无同款的机构，有教育，有医疗，有宣教。或遮个单位会当共同牵调做一伙，要互台湾这个土地更较好。这就是台湾行过这我要160年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教上界重要的基础。所以也照着安尼，咱每一个人学习咧向前行，但是行伫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是成长。毋是追求世界的成功，有成长才是真实重要的事。当咱看见耶稣基督的款式，看见伊基督的手，咱也愈体会伊迄个守候的心，一直咧听候咱，互咱会当登到伫伊的怀抱中间。这个礼拜堂拢掠基督的手做设计的概念，对无？咱所知影有足侪礼拜堂，咱拢会基督的手来成做礼拜堂起造的核心，为着要提醒这附近所有的人，无论这个世界安怎咧变化，永远有一个所在是基督的所在，永远有一个所在是互咱会当拄着上帝的所在。一个月之前，拄好我去东海大学。东海大学有一间真重要的礼拜堂，咱拢知影，叫做路思义教堂。路思义教堂就是一项基督的手的款式。但是我认真咧读伊的设计的概念的时阵，我才发现讲，路思义教堂边仔拢是啥物？拢是草地，边仔拢是草，为什么？因为因咧表达讲，人的创造是建立踮伫上帝的创造。如果无上帝的创造成做地基，人无法度徛在。然后当迄个基督的手，迄个礼拜堂到顶悬愈来愈细，愈来愈细，对无？
要接做一伙啊。伊咧提醒咱，人愈白愈悬，也愈爱学习谦卑。人愈白愈悬，愈爱学习谦卑。看到下面迄个范围愈大的时阵，是真正定根点伫即个土地顶面。当咱祈祷的时，咱就是咧观看上帝的创造，也观看上帝的带领，互咱会当伫新的时代，继续向前来跑走。所以今仔日神学院所扮演的，是成全教会的需要，是栽培会当活出耶稣基督款式的服侍者，也陪伴每一间教会，真正进入到伫社会中间，帮助咱为着台湾付出，为着上帝国来付出，也邀请每一个人会当同齐举起祈祷的双手，守候的心，支持神学院，为着神学院来向前跑走。当咱会当结连做一伙，咱就会当得到新的开展，是追求继续成长，毋是世界的成功。昨暗我去看棒球，昨暗阮踮伫大巨蛋内面咧看棒球。其实逐摆甲日本拍，我心内底拢感觉毋茫歹输了，伤歹看。但是踮伫昨暗，我相当感动。咱真正看见台湾人一直咧进步，台湾人一直咧进步。然后当最后有一球，互日本拍了足远，咱的野手去掠去粒球，最后甲伊擒落来的时阵，全场4万人全部咧遐喊话。迄个球员咧采访的过程中，甲伊讲，这是伊规世人听到上大的掌声，伊规个人非常的感动，嘛感受到是全台湾的人。甲因做伙咧拍一场比赛，虽然是输，但是看见咱一直咧成长。其实宣教也是一样的，咱有好的牧者，咱有好的教会服侍者，会当继续来做宣教的事工，也是因为咱所有的兄弟姊妹正教会三结连做伙，咱互相鼓励。互相努力，互相为着彼此的需要来学乐、来支持，咱就会当看见伫新的时代，咱的教会要继续行伫上帝所安排的新者中间。愿上帝帮助咱，互咱做伙来支持神学院，是奉献，是会当参与踮伫神学院的课程中间，是祈祷。咱拢做伙参与踮伫上帝国宣教的事工。最后，我要邀请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这3年来疫情了后，每一篇讲道我拢写一首诗。有人就问我讲，为什么你爱写一首诗？我讲因为大家人即摆拢踮伫线顶咧做礼拜对无？线顶做礼拜，你会认真听我讲道对头讲到尾嘛？大家人拢迄个快转，直接甲伊 Q 过，家己抓重点。所以我讲，既然大家人拢要听重点，我就写一篇重点互恁看，互恁一定爱看。这个话咧讲啥物？祈祷的手，守候的心，风一直咧吹，树芽咧摇，绿草青翠，有一双祈祷的手。守候人的心，是忧伤时心灵的归乡，是喜乐时感谢的所在，是成长时记录的点滴。伊永远伫遐听候，毋是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愈往顶悬拔。愈学习谦卑，愈向下面定根，愈看见一双手，围垒拥抱，奉献，学乐。
愈顶悬爬的时阵，咱愈学习谦卑；当咱愈定群，咱就愈看见这双手永远围累踮伫咱的身躯边。咱拢是耶稣所抱的羊仔囝，咱拢是值得上帝所疼的人。所以用咱的奉献，用咱的懊恼，逐日正做尽忠的奴仆来军队伊吧。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竞选阮通正做你的囝子，也将一切的丰富赏赐互阮。毋是爱阮受人的服侍，乃是爱阮学习去服侍人。主，阮听见新学院的需要，阮也看见上帝你设立教会的使命。愿你使用阮每一个人，尽阮的气力，尽阮的文书才能，做伙奉献、祈祷来支持宣教的工作，互台湾新学院会当继续踮伫台北这带地区来继续装备教会尽忠的奴仆，也帮赞正教会，互正教会无论咱的教会踮伫城市、踮伫偏远的所在。是山顶，是海边，阮拢见证上帝的恩光。愿主祝福阮，也使用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同齐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请咱即时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338首，愿我会哪听你，我主基督。请咱起立来吟。我
请坐。这是请咱准备心来奉献。会众起立，因为上帝，阮感谢你，逐日享受丰盛的恩典伫阮中间。无论肉体的灵者，也是生命的灵羊，伊拢养饲阮，互阮的身心灵拢得到养壮。希望将你所享受的金钱甲财能献伫你的面前，求你甘纳，也恳求圣神感动垂劝愿，互阮成做你好的器皿。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会众请坐。这是要来报告，请咱来看周报的第4页。看周报的第4页，本会的消息。第一，本周特别事项，本主日为总会所定台湾新乐院奉献主日。
欢迎台南东门巴克利纪念教会刘炳喜牧师代表前来本会做第一、第二、第三场礼拜中的正道及请安报告，也请兄弟继续关心学校大道甲奉献。第二，具体的关怀，本会会友林香吟长老娘、洪大川长老娘的妈妈陈美惠律师，伫11月初7安息主怀，定伫11月24日礼拜日，要伫宋家爱厝举行家典礼仪式，请兄弟关心大道，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二，朱家贤兄弟刘春珍姊妹的囝本会刘定宏兄弟的外甥，伫11月初9安息主怀，定伫11月25礼拜一上午10点半，伫台北市怀爱馆景永楼志美戏厅举行日念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大道，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三，恭喜本会会友李国超兄弟、李建峰、陈秀官伉俪的囝，甲郭子轩姊妹，定伫11月30礼拜六下午2点，伫10楼礼拜堂要举行结婚的感恩礼拜，请兄弟来观礼祝福，也愿上帝祝福新人。第三，感恩节音乐会时间是11月24日的主日中午12点45，地点伫10楼礼拜堂，欢迎兄弟做伙来享受这个盛宴，也做伙用音乐来献上咱的感恩。第四，感恩节的感谢卡活动，感恩节伫要到，邀请大家透过卡片来过一年中间互咱有温暖的亲人甲朋友来传达咱的感谢意思。团部委员会为咱大家准备3款的卡片，提供予需要的人，会当写感谢的话送予对方。每一个人上侪摕3张，伫本主日各场的礼拜来开放索取。数量有限，遮看着遮吼，遮3张卡片无共款的，咱会当伫外口来客，送完为止吼。第五，圣诞福音地会时间是伫12月初7礼拜六下午1点半到4点半，地点10楼的礼拜堂，讲题圣诞的听。听是永远无煞。讲员张文良教授。报名的时间是từ今日开始到11月29礼拜5为止。请咱会当疫情干事伊的分机是2200，也是会当采取线顶的报名。特别提醒咱团体会当咱的小组长。团结的会长、诗班的团长做伙来报名，请咱唔好重复来报名。以上其他请咱家己来看，这是要请咱来做伙欣赏一个底片。如果人生最后只能够做好一件事情，那我要做什么？时代在改变，环境在改变，最亲爱的人也会改变。
但是人生里面有没有一个永远不改变的？这永远的爱是包括过去的爱，包括现在的爱，更重要的是未来的爱。而上帝的爱就是永远的爱。接着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今日第一遍甲咱做礼拜的新朋友。而且有对美国回来的林富美姊妹甲林顺晶姊妹，这是建制这次的二哥甲二姐哈，欢迎哈。请坐。第二位是这个施明全兄弟，施明全兄弟伫后壁遮哈，欢迎。请坐。唔知其他有无介绍到的？无介绍到的，有？哦，无吼。好，欢迎遮的贵宾，咱会当礼拜结束了，来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接待甲介绍。这时阵咱有哪特别介绍老牧师啦吼？老牧师，咱多谢已经会着无。好，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礼拜中间领受对你话语来的祝福。阮求主你帮助阮，会当真实透过今仔日的信息，坚定阮的信心，互阮会当将你的话语实践伫阮的生活中间来领受祝福。阮恳求主你甲阮三甲地地，保守看顾阮中间有肢体心内忧闷的，求你亲自安慰；有身体病痛，求你亲自医治；阮有失去亲人的朋友的，求你会当互阮看出你所互阮永远活命的恩典。恳求主你赐福看顾阮，也互阮明白，阮应该伫即个世代中间，诚做好的见证，来引带侪人来求群你。今仔是台湾新航院的纪念主日，阮恳求主你赐福看顾即间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学院的老师甲同学，透过因的努力，为台湾的正教会备办好的你的路幕，互因伫逐角落中间，会当尽因的开力来延长你的性命。主啊，阮上时也将阮礼拜堂内生命树顶面所有挂题的名字，或者的无道友，拢用蒙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会通透过阮本身引带因来明白你、求群你，最后也会当信靠你。阮也特别将12月星期要举办的福音大会，用蒙交代伫主的圣手中间，求主保守看顾，互阮会当透过即个聚会，互更侪人来明白你是全能的主，是阮的上帝，值得阮一生活靠。恳求主你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请咱来吟要变诗上演510首，510首。请咱起立吟诗后，请老牧师来祝祷。
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敬大家三弟弟对答得到永世代无煞。阿门。